这是咱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众人中有一人甲伊讲：“先生啊，请你甲我的兄弟甲我分祖产。”若是耶稣甲伊讲：“你这个人啊，一锤设立我做恁的审判官，也是做分家业的吗？”15节，就对众人讲。要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不伫在伊所记述的丰盛。就用譬如对因讲，有一个好野人，伊的田园真丰收。17节，伊想来想去讲，我无所在通囤我的土产，但要怎样？佮讲，我要安尼做，要拆我的七仓去较大的。就我的五谷甲财物，拢要囤伫遐。19节，也要甲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侪侪财物积聚，做侪侪年的路用，通亲人邻食快乐。20节，若是上帝甲伊讲：戆人啊，今晚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你所必办的，要归什么人啊？囡仔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上帝面前无好野的，也是安尼。以上愿上帝祝福愿意听伊的话，搁安尼来行的人。这是咱要邀请咱的传播师来传讲信息。题目是简朴简朴简朴。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面对这贪婪的主题哈。关于贪婪，牧师有讲，今日是第4讲吼。咱第1讲是讲贪婪的基本的概念吼，然后讲到安怎面对贪婪的一寡方式。然后咱有讲3项吼，今日是第3项。第1项是知足，第2项是顶回顶礼拜所讲的这个准则吼。今日咱要来看一个真重要的课题吼，我感觉这是应付人生中间贪婪上介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请阮的主，阮这是静静听候你的话。阮求主你将你的话赏赐予阮，来改变，来更新阮的意念。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来明白你的心意，也会当对你遐领受高雅的信心，将你的心意落实出来，来荣光你的圣名。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的经文一开始有人来要求耶稣替因分家产，耶稣就对因讲一个譬喻。讲一个譬喻，这是譬喻真特别。这个譬喻的主角是一个好野人，但是耶稣讲伊是一个丧养的好野人，丧养的好野人，就讲无富足的好野人。耶稣这个譬喻是安尼讲，讲有一个财主，这表示伊真好野，伊的田园财产真济真丰盛，所以伊的心内就拍算，讲即马收成的时间要到，我即回是得到大丰收，但是即摆若收成了，烦恼的代志就来啊！为什么？因为收成的这粮食实在太济，所以我原本的这个库房我的仓库可能无法度堆满这个收成的财米所以安尼要安怎？所以伊就想一个方法，我应该我将我原本的这个仓库来拆除，起一个较大间的，安尼我即个收这大丰收的这粮食甲财米就当完全拢放伫即个新的库房内底。然后即个人佮家己对家己讲好啊，本来圣经是讲伊对家己的灵魂讲哇，灵魂啊，你有遮尔济财米积聚伫即个所在哇，会当几落冬毋免烦恼只会当安安乐乐。啉食快乐，这个人就心肝安尼想。但耶稣讲，伫迄个时刻上帝就对这个人讲：
讲戆人啊，吼，讲无知的人啊，今仔日下暗，特别的确要治你的灵魂，吼，你所备办的遮要归给什么人？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喻，吼。伫即个譬喻中间，即个财主真有钱，但是咱看耶稣讲这譬喻的结论是啥物？伊讲，既然为家己积财，吼，积住财米，伫上帝面前却无富足的，也是安尼。所以伊是一个看起来是真好业，但是对上帝来看，伊是一个无富足的人，所以伊是一个丧香的好业人。为什么伊会变做一个丧香的好业人？因为伊生命出了一寡问题，伊的头壳内底缀伤侪无好的观念，因为过头复杂，无够简单，所以伊的生命就出问题。咱来看伊出啥物问题？第一项，伊只顾家己，无看别人。伫耶稣的譬喻的中间，即个财主吼，伊是一个用自我做中心的人吼。因为咱注意看吼，伊咧描述即个财主的情形中间，伊讲拢总耶稣讲5节，吼，其中吼出现真侪我，吼，咱看伊讲我的出产无所在通收藏，安尼要安怎？所以我着要将我的切仓来拆掉，去搁较大间来收藏我一切的财米，吼，甲粮食。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讲，你看，伊拢讲我，伊拢无讲别人。所以伫伊眼中内底，伊的头脑内底，伊人生的焦点拢是放伫家己的身上，伊的目睭内底无别人，所以伊的眼光就哪来哪矮势，哪来哪矮势，这是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啥物？伊只重产业，无重生命。伊的心智看重伊的产业，所以伊咧思考完全拢是伊产业的代志。唔知影吼，伊思考了，伊起码上帝就要处伊的灵魂，所以伊完全无去意识到讲生命的代志较重要，伊只重视伊的产业。咱来理解吼，产业是上帝互咱的恩赐，这毋是无好的物件，这是上帝一种恩典。所以咱爱学晓做产业的管家，毋是做产业的奴才。第三项，因为伊只看重家己，无看别人；伊只重视个产业，无重视生命，所以伊对其他的人、其他的代志，拢无一点仔关怀嘛。咱看伊伫即个讲的过程中间，伊拢无去思考，我安怎运用这财米来帮衬别人，伊拢无咧想这代志，伊只想讲我家己要啉遮快乐尔。所以伊生命中间无关怀，所以伊就充满了不足忧闷，在烦恼这个财米的代志，伊的心被这忧闷所吞噬、所搅了，所以变成最复杂。就是咱伫咧讲牧师系列第一讲，心袂清啦，心就落啦，袂清。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看这个人会痛苦袂？伊迄暝就是上帝要处伊的灵魂。所以对这个人，这个譬喻中间，咱来反省，一种简朴的生活，甲丰盛的生命，其实是有关系。咱的生命中间，多少拢有可能，亲像这个无底的财主相款，有一寡无法度挣脱的束缚，咱常常会看重这个俗世的代志，咱也做追求这个代志，会互咱的生命更加丰盛。但是有时阵咱过头自信咧追求一款物件的过程，袂记这四周围有真侪重要，咱会当享受的物件。因为咧追求俗世的代志的时阵咱的眼光会哪来哪矮势，咱的生命就去局限伫某一寡层次中间，安尼咱的喜乐就被剥夺。举一个来讲，顶礼拜牧师嘛有讲过。讲这个世界常常透过真侪广告，你拍开电视，还是手机啊摕出来，报纸一看，广告真侪，这广告拢咧来讲你欠啥物货，你欠啥物货，是讲你得到这个物件，你会偌快乐，所以咱的思想中间，不知不觉中间就去用影响，去认同这个代志，一直追求，
甚至咱家己的经济能力无够野时，咱就讲咱去贷款去借钱，用真侪精神去追求，无想到咱追求着了，佮另外广告佮出来讲，第二代佮出来所以你就爱佮开钱去买，换另外一种会更较好。所以一世人就一直咧奔波，一直咧追求，为着要适应这世界的标准，咱的生命就变做无喜乐。但是咱若倒边来看，咱若过一种简朴的生活，简朴的生活毋是讲啥物拢无需要是简单淡薄，减少一寡过头的需要，就当减少真侪烦恼。简朴的生活帮助咱生活过较简单呢，但是咱嘛会当享受咱这简单生活中间其他美好的代志。比如讲举一个例来讲，我大家知影，我有一段时间总会有派我去瑞士这个所在瑞士这个所在去短期进修4个月。伫遐中间学校为着要互阮了解这个这瑞士人因的家庭中间的一寡情形有时会派阮去一寡家庭访问阮嘛伫遐结交一寡朋友因会邀请阮去伊的家庭互因请食面去用请的时候，我头起会感觉讲怪怪因为因咧请人老实讲用咱台湾人的标准来看实在是准备了无够啦就讲咱台湾人咧请人拢嘛食青草对无厨艺拢好诶，拢来搬出来互你食甲足快乐诶对无但是老实讲因拢足简单诶，阮食一寡我拢来笑讲迄是土仔咧食诶阮食一寡酸菜啦迄肉是用迄个鸡胸肉安尼用撒诶，安尼一点去食冷诶无足青草啦但是我叫请几啊遍，我拢有一个感觉，我感觉因咧招待咱真正是诚意十足啦。备办咧，因用真侪精神毋是咧备办遐个食面是咧备办迄个宴会啦。所以因迄个餐桌拢会摆设了真水佮盘拢会摆真水，然后拢过来点蜡烛准备酒杯迄啉酒，互你啉一点毋互你啉通海，但是伊就是咧营造迄个气氛即摆食到一半这主人就讲一个笑话互阮听就讲因兜的代志就摕因的相片出来互咱看讲因兜的代志有时佫讲要叫啥物人唱一条歌来庆祝一下所以咱发觉讲因咧备办即个宴会毋是备办食物咱台湾人拢重视备办食物。因是备办迄个气氛，互你感觉讲，我是享受伫即个宴会中间，而且要食进前大家拢坐好势好势然后手牵手吟一首谢饭歌，然后主人甲阮祝福祈祷大家较食饭你食饭的时阵甲咱台湾人咧食无啥一个，咱台湾人拢用猪去硬对无？硬来家己食嘛因是安那用迄盘安尼传菜家己就安尼传，安尼用分享的方式，互你感觉讲迄个气氛无啥相共。虽然食了真简单，但是你伫整个宴会中间，你会发觉讲，你享受伫迄个人甲人中间迄个交陪、迄个关系中间。所以咱发觉讲，简单的生活其实无一定无丰富无一定无丰富。圣经甲咱讲食青菜。彼此相疼，赢过食牛仔肉就是讲食迄个酒肉满桌，彼此万分所以这互咱真特别的一种体验所以接下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安怎互咱心灵会当更较简朴的3种方式，咱一步一步来学。第一项要互咱内在较简朴的，就是你生活爱较简单的毋通伤过头复杂。啥物会互咱生活复杂？就是咱心中的操烦甲忧闷嘛。这段经文咱已经读过几啊遍毋单单是路加有马太咱读过搁较侪遍这是耶稣基督的一段教训。咱要注意耶稣伫讲了财主的这个譬如了，路加特别安排这个毋通忧烦恼毋通
不要忧虑这个教训，放伫这个后壁面。所以这两段经文是有关系。耶稣安尼讲，这咱拢真实啊。伊讲，毋通为着生活所需要的食物，也是身躯所穿的衫来烦恼。生命比食物较重要，身体比医生较重要。所以你毋通烦恼要食啥物，要啉啥物，为着这代志来烦恼。这代志是世间无信的人所追求的。恁的天父知影恁需要这一切的物件。恁爱逐生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伊会将这一切来供应互咱。马太福音书是写讲，恁爱逐生追求伊的国甲伊的义，然后这一切拢要供应互恁。一个人心中若过头忧闷，你就复杂去，你就无单纯，心就袂清，就袂简朴，亲像拄则迄个财主同款。我佮讲我另外一个经验我要去对台湾要去瑞士读册的时阵迄个时阵我着做一寡调查我想讲人一个人去到遐爱完整回来对无所以爱准备一寡物件无输娘嘛做烦恼讲听伊讲，因为我迄个课程有经过冬天啦所以想讲迄个所在冬天佫会落雪然后我伫遐寒着所以就去买卫生衣、卫生裤互我佫拢买2束尾仔拢买迄个较厚的听讲若落雪时阵爱穿2双囥出这物件佫惊我伫遐食遐食食袂惯势我佫准备一寡咱台湾的迄个泡面啥物拢装的所以我着装2个箱佫派一个背包佫扎一个迄个手提电脑所以我着对台湾飞去新加坡，转机转去苏黎世，佫转去日内瓦，到日内瓦机场时，我着去领行李嘛，我着去摕一台迄个推车嘛，机场拢有迄个推车，我行李着放伫迄边迄是足无方便，因为我先去领行李，较去便所较煞袂入去便所啦我想讲这放伫外口，毋知敢要去互摕，心肝足烦恼的这物件带互我足大的烦恼。结果学校有派一个人开车去来阮载，着伊个共时间的人拢爱做伙载去嘛所以到我共时间做伙坐学校派来专车是一个对肯亚来一个牧师叫做易世杰这个牧师咱知影肯亚最出名的就是因的长袍嘛生得热热闪闪当然，因的经济无像咱台湾遐尼好，甲瑞士比起来，佫愈差我看到伊了我第一个判断就讲这个人一定会死伫遮因为我塞遐侪行李伊都派一个背包甲我迄个背包，佫比我迄个背包较细个我讲你毋知遮来遮遐尼寒甲恁的国家无共款，一定会死伫遮去后来而且我伫遐读4个月，伊是读1冬后来我发觉讲，伊伫遐生活了比我较快乐，因为伊拢免整理衫裤。去到遐其实学校拢知影有一寡国家来伊买迄个衫对伊来讲无路用所以有一寡学长拢会留一寡因无需要的衫放伫洗清气了放伫学校会当去借。结果我要回来时，我佫把我卫生衣、卫生裤拢送互伊，因为我回来都无路用伊伫遐学校拢供应阮教育的食物所以遐根本就免烦恼这代志结果因为我心内伤复杂因为烦恼造成我心内伤复杂，都无单纯去所以咱来理解咱要生活简朴，第一项就是讲，咱来毋通为着这物质的代志过头烦恼了有一段经文会当互咱得到帮助就是保罗先生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安尼讲讲敬虔加上知足的心，都有大利咯意思是讲你若敬虔佮加上知足的心对咱有足大的利益所以这2项代志会当帮助咱。第一项就是爱敬虔就是拄则耶稣基督所讲的，成就上帝主权的实现。什么叫做求上帝主权的实现？就是你让上帝伫你的心肝内底掌权嘛。
一个知影伊的生命被上帝掌管的人，伊就无烦恼，因为上帝替伊安排一切嘛。上帝知影咱生命中间真正的需要是啥物。如果咱若甲上帝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咱已经得到迄个上介好的，咱就发现其他次要的代志，其实毋是遐尼重要，而且简单就会使。所以爱敬虔。第二项就是爱知足，知足就是咱顶礼拜有讲过减少对物质的欲望爱除去心中的忧闷其实就是要对这物质中束缚中间得到讨放。上界重要就是讲用知足的心去减少物质的欲望。咱看见着耶稣用山林的花甲空中的飞鸟，你甲咱讲毋免烦恼生活中间的需要。这段经文嘛，同时甲咱提醒，当上帝创造这个万物的食物甲动物的时阵，因嘛拢是知足咧享受上帝供应的一切。咱的生命若当真正养成知足的品格，安尼咱的生命会加真侪喜乐，减少真侪忧闷。这是第一项。第二步，咱来学习的就是，咱来开始诚做咱的产业的管家啦。顶礼拜牧师有讲过产业是上帝予咱的恩赐，对无？咱得爱诚做伊的主人，毋通互伊诚做咱的主人，咱诚做伊的奴仆。所以咱来明白咱甲产业中间的关系嘛。顶回牧师有讲，迄钱甲目睭的距离若相近，咱就看着拢是钱嘛，你就变做伊的奴才嘛。所以咱若甲伊有正确的距离、正确的关系，咱的心就当对物质的束缚中间得到讨放。所以第一项咱来做的就是安那，咱来开始调整迄个放毋着的地位。这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咱人看去圣经的教训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佮创造人类，伊予人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予人来管理天顶地下海中一切的物件，予人会当用上帝予咱的智慧，适当来管理，而且运用万物，透过安尼来服务其他的人甲万物，来荣光上帝。所以咱人有一个真重要的地位，就是讲人伫上帝的计划中间是有价值的。简单举一个例，就是讲，咱世界来看做一个大公司上帝这个公司内底拢备办所有的代志，拢备办好势，然后竞选咱人来做这个公司的经营者。经营者若好好管理这间公司全公司的人拢得到利益。但是真可惜，人毋捌这个道理，互人失去应该爱有的价值。咱看圣经的这个教训是安尼，人的地位是伫上帝下面，然后上帝互人来管理万物，结果咱人都来倒变过来，互这物质的物件放伫顶面，请做咱的主人，咱变做伊的奴才，反倒当将上帝放伫下面，无去注重上帝的地位，忽略上帝的地位，这款的心态不但得罪上帝，也互咱陷入困境。所以咱来做一个调整，互上帝伫咱的顶面，咱顺服上帝的旨意，然后好好来管理万物，互万物甲人拢得到利益。这是第一项，咱来去做一个调整。第二项，咱来诚做一个警醒的关键。咱若继续这段经文继续看落去，咱发觉讲，当耶稣讲毋通烦恼了路加安排耶稣的另外一个教训。就是一个警醒的关键，耶稣伫这个警醒的关键的譬如中间有提到讲，咱是上帝所委托的关键，所以咱时时去警醒，用心来准备主人，搁再来迄个时刻。所以因为好好管理咱的产业，所以咱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警醒就是安怎珍惜而且细腻来使用。咱来明白一个警醒的关键的确是一个简朴的人，因为伊明白上帝所赏赐咱一切拢是稳定，是真宝贵的，咱来谨慎来使用。这其实对咱少年教会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少年教会是一个上帝赏赐咱真好真济的资源甲恩赐的所在，咱来好好谨慎珍惜来使用，
互上帝互咱的这资源会当妥善来运用，成做真大真大别人的祝福。吼，这是咱来去思考的。最后一项吼，我感觉是上界重要的。讲要成做一个内在感朴的人吼，咱来学习一个甘愿放下看无家己的分享。咱头前有讲过，耶稣这譬如中间这财主吼，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伊真看重家己嘛吼，或者别人对无吼，所以安尼互伊的生命陷入一个绝境。啊，圣经中间所讲的感朴，拄爱当互伊互咱对这绝境中间来挽救回来。圣经中间吼，上介好感朴的典范是啥物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讲，伊连缺头的所在嘛无呢。哦，所以背鸟有收，狐狸有空，有厝吼，伊连一个缺头的所在嘛无。所以伊是一个带互咱感朴上介好的典范。啊，耶稣用伊的生命，甲咱讲一个感朴的一个要点，就是会当为着别人的好处来放弃家己的权利，这种能力是一切感朴生活的中心。会当为着别人的好处来放弃家己的权利，这种能力是一切感朴的中心。保罗先生安尼讲，讲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本来是富足，却为恁成做颂香，互恁会当因为伊的颂香变成做富足。所以耶稣基督是自愿甘愿，看无家己，弃杀家己，分享出来。这点就是感朴生活的起步。咱来理解哦，这世间有一寡人吼，伊是被逼过感朴的生活。为什么？咱来理解感朴，毋是简单讲简单朴素的生活，遐尼简单。这个世间有真侪人是因为环境、因为经济无公义、无公平，所以伊是受逼来过感朴的生活。因过颂香的生活是不得已的，是被逼的。所以圣经中间嘛无赞成这款的情形出现。所以伫旧约圣经中间，咱看到真侪律法规定，就是为着要消除这现象，爱好款待出外人，爱照顾孤儿寡妇。这拢是圣经中间的指示。为什么？要消除这个被逼性的感朴啊，被逼性的颂香。所以真正较无生活，就是安那，就是当咱有能力过奢华的生活，但是我愿意为着别人的好处。我过较简单呢，而且透过我管理好好来管理我的财物，透过我分享，互这世间的无公义的状况会当得到改善，这是真正感朴的生活。所以，但是咱咧分享的过程中间吼，牧师有3项提醒，咱做伙来学习。第一项就是咱咧分享的过程中间吼，咱毋是为着偏袒家己，是为着要荣光上帝。咱看见马太福音书第6章，耶稣讲到3种真重要的信仰生活。第一种是施舍，第二种是祈祷，第三种是禁食。耶稣讲这3项代志安怎？伫暗中进行。暗中进行是为着什么？为着要保护家己甲对方啊。比如讲，咱咧施舍的过程中间，咱伫暗中进行。为着保护接受者，互伊袂感觉讲歹势，大家拢知影我叫用施舍，所以爱伫暗中间进行，另外一部分是保护咱家己，免得咱骄傲来得罪上帝。所以如果咱自愿为着别人过一种感朴的生活，而且分享上帝所授予的恩典，咱伫分享的态度顶面，的确爱知影，我今仔之所以会当分享，我毋是比这接受者更较高尚，还是讲我更较有能力？分享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毋通因为家己的感朴来掠做骄傲。应该将这一切荣耀拢归给上帝。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伫分享的过程中间，咱嘛爱用智慧来思考。即接受的人，敢是真正的需要？若无，即款的分享嘛会带来伤害。因为有的人你过头来关心，爱较家己无要讨趁，所以
自愿感朴是要消除受迫性的创伤，绝对毋是鼓励人分段，也是讲外靠。这咱来理解。最后一项，就是讲，咱咧分享的过程中间吼，咱有一个想法，咱毋是为着行好来积功德，吼，是为着回应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互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绝对毋通有行好积功德的想法。行好是咱回答上帝对咱的呼召，毋是成做一个得救，也是讲换取上帝施恩的一个手段。若毋是上帝赐福互咱，咱每一人拢无能力去行好的代志，无能力去见证上帝拯救的疼。咱也有这点真清楚的明白。咱伫这段耶稣有做一个结论，咱注意来看。和合本的圣经讲，人的性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了，毋是在伫家伙真济。所以生活若那简单朴实，咱的心灵就那自由丰盛。这是今仔日圣经中间，互咱一个功课。其实这个应付谈论的功课，无论是知足、准则、甲简朴，拢毋是简单的代志。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赐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对阮讲话。主，阮恳求你透过你的话来调整阮的生命，互阮真真正正会当成做一个简单朴实的人。互阮行在伫即个简单的道路顶面，透过安尼，真正会当心灵得到透放，得到自由，得到丰盛。求你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